留嘅價值咯。過咗去嘅嘢啦，已經嗰啲咩幾多朝皇帝唐宋元明清，哇七朝啦。歷史係一種文化嘅傳承啦，就係令到我哋呢一代人知道咧，究竟上一代人經歷過啲乜嘢嘢，從而咧係反思到我哋自己嘅現在同埋我哋將來嘅路向。過去發生咗嘅嘢，但係有人話歷史係會不斷重現，咁某程度上就係以前一路發生嘅嘢，然後你又可以預知佢未來會差唔多嘅軌跡咁樣出現翻咯。佢會係啲解釋令到我哋知道而家發生緊而家發生緊嘅事係點樣嚟啊？歷史係俾我哋同前人去建立關係嘅一啲嘅資訊，一啲去理解嘅事物啦。咁同埋歷史係幫助我哋去飲水思源，因為好多嘢如果我哋知道以前係點樣發生，我哋先可以反思翻而家嘅生活，而家嘅嘢係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有啲乜嘢嘢係我哋係應該要去改善。我覺得歷史咧，我嗰一代嘅人咧係覺得係我自己睇法係教訓你哋啲後人。歷史就係咁樣咯，即係唔好煲後塵啊，或者好嘅咧就係叫做應該延續咯。個個國家都係咁嘅。我覺得歷史係一啲過去咯，係一啲可以係一啲遺產嘅，可以係一啲人類文化嘅遺產咯，就係俾一啲即係係過去一啲發生過嘅事，就係因為呢啲事而建立，就因為歷史，所以建立到現在咯。歷史是人類發展嘅必然嘅產物啊！如果能夠保存下來，是對人類文明的保存對人類的發展有清晰的認識這是最好是保存下來讓人們可以看到以前不一樣的智慧和文明後來我們又對祖先的發明加以肯定。我覺得歷史，我哋成日都會聽人講話歷史係一面鏡啦。咁其實透過歷史，我哋係歷史同現在係會有好大關係。咁透過歷史，我哋可以去學習下我哋點樣去處世啦，做人處世啦，同埋我哋成個社會點樣去發展，都係同歷史好大關係嘅。歷史為歷史科咧？歷史係其實係一個每個人或者每個社區嘅一個生活嘅故事啦。其實有別於譬如我哋喺教科書或者官方，即係每年咪會出個香港嘟嘟嘅年報嘅，即係有別於嗰啲嘅官方歷史咯。咁佢哋可能會抽取咗某一啲佢覺得好重要，或者可能其實對佢哋有利嘅資料，就叫做嗰啲叫歷史。歷史其實喺我個角度嚟講，就係人類嘅文明，即係講緊係即係我哋嘅今日咧，係其實建構於歷史，其實建構於我哋前人嘅一啲嘅建設啊、文化嘅發展啊嗰類嘅嘢咯。歷史對我嚟講，我可以睇翻過去咗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啊，或者秦始皇啊，雖然間過去咗嘅嘢可以查得翻、回憶翻。歷史咧其實係好多嘅事件啦，好多人嘅故事啦，
係解釋緊即係我哋嘅城市點解會走到嚟今日，解釋緊我哋嘅存在點解會發展到而家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歷史對我哋係非常之重要。